號角聲響奏大地，是主基督回來救贖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到1分鐘牧養嘅時間。近日天災人禍啦，戰爭又不斷嘅啦，令到人咧喺個惶恐嘅生活當中。本週發生大事咧，莫過於特朗普發動一場嘅全球嘅貿易戰，引起全球股市嘅動盪。暴跌暴升，情況如何我哋都未知道。不過美國對全球加徵關稅，定必令到物價調升，也令到貧苦嘅人更加貧苦。喺聖經啟示錄入邊講到末日嘅來臨嘅時候，有神嘅使者天使揭開密封嘅第3印，喺啟示錄6章5節咁樣記載。羔羊揭開第3印嘅時候，我約翰，即係約翰自己講啦，聽見第3個門民說：你來，我就觀看。約翰就去觀看啦，看見一匹黑馬，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。呢個黑馬就好似一幅飢餓嘅景象。喺歷史上嗰個飢餓同瘟疫經常咧同戰爭係唔可以分開嘅。黑色有恐怖嘅意思，騎馬者手裏拿着天平，表明要有配給嘅制度，要用秤同埋去稱下啲麵同埋大麥，按人口去受量，意思即係管制啦。第6節咁講，我聽見4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：一個銀幣賣1升麥子，一個銀幣賣3升大麥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1升麥子就係一個人一天嘅食糧，1錢銀子是一個人一天嘅工價。佢哋似乎咧係餐搵餐食。至於油和酒不可糟蹋，更顯出呢個缺乏同埋呢啲嘅物價昂貴。麥子同埋大麥、油和酒都係日用嘅食物，喺饑荒中更加令到人係生活困難而得來不易，證明咧人們咧生活十分困苦。但係神喺呢個災難中，佢就限制咗騎馬嘅使者嘅工作咧受到限制，使人咧雖然遇到呢個嘅饑荒，但係仍然神去掌管。油同酒咧係供人去食用，醫治同埋呢個疾病嘅功效。所以我哋究竟係每一周去祈禱，紀念戰爭裏邊嘅苦難嘅人民啦，天災人禍頻頻嘅發生。咁我哋究竟點樣去祈禱咧？其實我哋真係要趁着白晝，多作主工。喺末日警號出現嘅時候，我哋仲係咪照樣吃喝玩樂咧？美國加徵呢個關稅可以講話令英國咧都算係溫和噶啦，只係加10%，或者過咗一段時間裏邊，然後先睇到成效得失。各大報章裏邊都會講英國嘅物價咧將會升溫嘅。咁面對呢啲困難嘅時候，你有冇勇氣去接受呢個時代嘅挑戰呢？究竟我哋點樣去依靠主呢？願神去祝福我哋，俾我哋咧多作主工，喺呢個末日嘅日子裏邊為神去擺上，我哋就會過渡咗呢個嘅困難時刻。願神祝福大家。